的条画呀，基本上都是青白相间。这个是徽文化的元素，再一个呢，文化认同它就是产生了这个地方一个特有的文化语言。所以看这个呢，就是珍贵，就珍贵的简单明了，而且它是原创独一无二的。那么如果把现代年轻人的思维加进去，把它再转化过来，我觉得这个前景应该很大。